可能你帶新舊啦。後來應該是都每天在念，他會老實講，我沒有辦法留在新竹。小時候我說這裡沒有我可以做的事情，所以我去台北，我去追逐我能做的事情。後來應該是都一彎心一對我想要做的事情。我在台北達成了一些我在這個音樂上的一些，我覺得是一些 checkpoint， 所以我才有機會來講一機會，用大家幸福轉到新竹。加強的先發，這個也是我小時候沒有想到。我覺得要是我在台北成功了，我應該就留在台北了。但我沒有想到，我反而因為這件事情，我回到家鄉。這也是蠻多緣分，一件接着一件。我記得前一陣咪看到有寫喺個臉書上有寫，以前感覺會單戀台北，現在會感覺我係孤單一人呢。對家鄉好像也是某種單戀啊，對啊，給感受很蠻感。而且都你轉到家鄉哦，其實因為其實很多人對回鄉這件事情的想象，其實你會覺得就像故事泡泡的啦，對對，有泡泡，或者是像電影，你就覺得好像結局了。可是事實上，回鄉以後你要面對的事情是有點困難的。比方講，走進某兩件事情，對我的身份當然是我有外縣市很多的工作。但如果你要在自己的家鄉才聶家用新竹而建立兩件事情，你就要面對市場很小，你就要面對客群很單一，因為這裡的大部分的人口結構是科學園區的人，然後你要面對這邊資源不如台北多，所以動鬥區間你走一件事情，你會覺得很寂寞，非常寂寞。那個你會覺得你可能在台北做一件事情的輕鬆的程度，在比新竹是容易多的。所以你說這種事情呢，應該多。係啊，嗰種我得做共鳴啊，更加一些。對啊，然後理解你的人也比較多。剛才你不是先發嘛？如果走學期間，大家就說，你到底在做什麼？我鄰居很好奇，為什麼你每次出門的時間大家都已經去上班了，這個時候理論上應該沒有人了。怎麼你整天這個時候都在家？那你怎麼假日都不在家？你也不想去解釋太多，因為很複雜，你也不想給人家知道你是誰。有時候這個在生活上是有點困擾。所以我許多對剛剛講在剛剛為什麼講單戀，你就覺得你很愛這裡，因為這裡沒有這麼愛你。